我叫做黃杏晶，英文係 Hannah。咁我都係1956年出世嘅，同兒童之家嘅年份都係一樣，都係70歲，所以好有意義。70週年嘅時候咧，我都特別好興奮啦。杏晶姐喺美國羅省生活咗40幾年，一直心繫呢個家。1963年，杏晶姐70幾歲嘅爸爸好唔容易咁俾佢入住咗播道兒童之家。佢深深感受到新路德院長新阿姨對每個大小朋友嘅愛。當進入反叛期嘅時候，杏晶姐經常俾某家舍家長投訴唔聽話，但新阿姨就好耐心咁教導佢。喺播道兒童之家嘅成長過程，因為同唔同性格同性情嘅孩子一齊生活，讓佢認識到每個人都有長處同缺點，有助佢從多角度認識唔同嘅人。家舍生活嘅日子充滿住開心同幸福嘅事。新阿姨好重視星期日係安息日，係去教會敬拜神同休息嘅一天。佢哋有機會去海灘、上山頂，喺院舍打籃球同踩單車。杏晶姐中一中二嘅成績係滿江紅嘅，除咗因為無心向學同佢嘅身體問題有好大嘅關係，4次入住醫院，2次係因為胃出血。蒙天父嘅恩典，新阿姨嘅鼓勵同埋安排，喺1978年，杏晶姐可以去美國加州升學，修讀社工及輔導學。佢得到鍾善貞姑娘、奇恩同鍾耀佳夫婦照顧住宿。喺美國仲接受咗切除胃神經同半個胃嘅手術。杏晶姐身心雖然軟弱，又經歷身體方面嘅大風浪，但係佢深信主在我船中，我能笑於暴風中。佢兒時領受播道會嘅團訓同埋金句，令佢一生受用。佢鼓勵孩子唔好因為出身而睇小自己啊。咁咧就係嗰個嘅團歌咧，就係我們是否盡心盡力侍奉神，是否存着無偽愛心以待人，個人靈性是否剛強站得穩，一切生活是否榮耀神，榮神益人，在主裏生活要認真，基督少年無常領得一生，服務教會發展靈業救人群，同心興旺主基督福音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，總要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